来关心今年3月份的时，苏丹红涉案事件伫全台湾摊烧，涉嫌进口假卖苏丹红环境粉的6间公司，昨昏嘛互高雄检方依照违反食安法提起公诉。检方嘛建请法院对相关的公司爱罚12亿，而且爱判重刑。主要是咧设立的负责人，昨昏是以200万交保。被200万交保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请问为什么会藏在屋顶上？穿感觉色的衫，对媒体问题拢歹回答的，就是涉嫌利用伊的公司进口有问题辣椒粉的姓李的负责人。催告案法官裁定200万交保，伊的遗案是50万交保。警方伫集团姓李的负责人情报出来天幕内面查到2000多万的现金。高雄地检署自3月初开始继续追查苏丹红事件，其中姓李的实际负责人加姓吴冠名的负责人，拢互法院羁押禁见。所来搜查复查，也查到涉嫌被告等人1亿3000多万的财产。期间，检察官并依法申请查获被告等人名下各类财产金额达1亿多元，并已主动通知行政执行分署同步查扣被告等人财产，以确保后续刑罚及行政罚款之执行。经过2个月的调查，检方催告分别以违反食安法甲诈欺等罪嫌起诉姓李的被告，还有5位集团的涉案人员，建请法官对相关公司处12亿的罚款。姓李的负责人伫中国负责生产等业务的大兄是发布通缉。伫法官审问了，姓李的被告承认部分犯罪事实，因为伊出境的次数正接，而且伊的遗啊捌删除电脑的资料，所以2人被认定有有盗墓甲交串证人之余，但是无羁押的必要，裁定2个人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。苏丹红事件一个案外案，检方发现因公是台湾制造卖出去的芳麻辣粉，也是对中国进口。依食安法第28条的部分标示不实，然后它是可以处4到400万的罚款。丁站等公司因为产品验出苏丹红，3月到即马，和高雄市政府裁罚总共8172万。一拿芳麻辣粉，因为公司的登记地伫咧台北，卫生局讲将会移请台北卫生局做裁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